各位乡亲，咱做伙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受到强烈大量冷气团的影响，各地气温是明显降低。气象署针对全台湾12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。咱做伙来看分图。受到强烈大量冷气团的影响，透早本土的平地气温上低是伫咧苗栗三湾乡9.2度，各地气温明显降低。尤其基隆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、新德县是柑仔色的灯号。 温度可能会到10度，或者是10度以下。那中南部今仔日的高温要是有24度至28度，不过早暗温差也是真大。落雨方面，日时北部甲东半部，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雨。东南部的山区部分的所在会落雨，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。今仔日甲明仔载这2天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北部甲东半部的云较高。 一直到228到229的时阵，天气会回温。不过3月初一又搁有一波锋面的外来，气温会搁降低，水汽嘛会增加。到时各地会转做是较淡湿、较凉冷的天气。